大家有冇好奇過呢個世界到底係點樣嚟嘅呢？點解宇宙會存在？點解萬物會以我哋所見嘅方式存在？呢一啲問題由細到大我都一直喺度諗，尤其係幼稚園同埋小學嘅時候。我記得細個喺沖涼嘅時候，我突然間好奇啲水到底喺邊度嚟嘅呢？點解水會流動嘅？後來當我喺學校度上完科學堂之後，我揾到一啲答案。但係我亦都發現，當我哋成功解答咗一個問題之後，新嘅問題又會出現。例如人生嘅意義係咩呢？點解我哋要遵守老師制定嘅規則？呢一啲規則係真係為咗我哋好啊，定係只係老師想令自己嘅工作更加輕鬆呢？我漸漸發現，淨係了解呢一個世界點樣運作係唔夠嘅，仲有另一啲問題同樣都好重要，就係我哋應該點樣生活呢？呢一種思考方式嘅轉變，其實同哲學嘅發展過程非常相似。早期希臘哲學家最初關心嘅係宇宙嘅本源同埋自然法則，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哲學嘅焦點開始轉向人類自己本身。哲學家們開始探究倫理、道德同埋人生嘅意義，而呢一啲問題直到今日仍然影響住我哋每一個人。喺過去嘅8集入邊，我哋探討咗呢一啲早期希臘哲學家點樣試圖解釋世界嘅本源，由宇宙嘅起源去到萬物嘅變化，佢哋開創咗一種全新嘅思考方式。但係哲學嘅發展並冇停留喺對自然嘅研究，而係逐漸轉向咗一個更加貼近我哋自身嘅問題，就係人應該點樣生活呢？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歡迎大家收睇 J 式會社。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嘅 channel， 呢度逢星期4晚10點會有新片。依家主要分享哲學史同埋唔同哲學家嘅思想，未來仲會探討歷史同埋其他有趣嘅知識。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興趣，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支持我製作更多嘅影片。多謝大家。喺過去8集入邊，我哋探討咗多位早期希臘嘅哲學家，佢哋嘅核心關注點圍繞住自然哲學，亦即係對宇宙嘅本源同埋運行原則嘅探索。佢哋主要關心嘅問題係世界係點樣形成嘅呢？然而，隨住希臘哲學嘅發展，思考嘅重心逐漸由自然界走向人類嘅社會，佢哋開始關注倫理、道德等問題。經過過去嗰8集，我哋依家見證住哲學由解釋世界點樣運行，轉向探討人應該點樣生活。或者有啲觀眾會好奇，點解要花咁多篇幅討論呢啲同現代科學對比似乎已經過時嘅理論呢？事實上，呢一啲早期希臘哲學家嘅思想對後世哲學嘅發展影響好深遠。理解佢哋嘅思想脈絡，唔單止可以幫助我哋掌握後來哲學家嘅理論，更加令我哋意識到哲學嘅進程並唔係憑空產生，而係建立喺前人思想嘅基礎之上。特別係如果我哋想深入學習希臘三哲，即係蘇格拉底、柏拉圖同埋亞里士多德嘅哲學，我哋就一定要理解蘇格拉底之前嘅自然哲學家同埋智者嘅思想，先至可以真正領會佢哋3個哲學家點樣承先啟後，奠定西方哲學嘅基礎。學術界普遍將呢一啲早期嘅希臘哲學家歸類成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但係我認為咁樣嘅分類其實唔係幾公平。佢哋唔單止為蘇格拉底同埋之後嘅哲學發展奠定咗基礎，更加喺哲學方法同埋思考方式上面帶嚟咗突破，所以佢哋值得擁有屬於自己嘅獨立篇章。因此今日呢一集，我希望用現代嘅角度重新審視呢一啲哲學家嘅思想，探討下佢哋嘅學說對我哋現代人嚟講仍然具有嘅價值。同時呢一集亦都係對過去8集嘅內容回顧，希望可以幫助新觀眾快速了解希臘哲學嘅起源。但係如果想更加深入理解每一位哲學家嘅理論，都係建議大家翻去睇翻完整8集嘅內容。事不宜遲，依家就等我哋快速回顧呢8位哲學家嘅主要學說同埋佢哋對我哋嘅啟發啦。世界上第一位哲學家泰利斯提出水係萬物嘅本源。佢認為世界由水構成，而唔係由神所創造。本源嘅意思係世界萬物嘅來源。泰利斯呢一個諗法標誌住人類思維由神話向住理性推理轉變嘅關鍵突破。喺當時質疑神話嘅真實性並唔容易，因為由阿爸、阿爺甚至更加早嘅祖先開始，每一代人都深信不疑。
呢啲信念代代相傳，根深蒂固。由細個開始，大人就不斷向小朋友灌輸呢一啲觀念，令到呢啲觀念成為類似常識嘅共同認知，令人難以挑戰。然而，泰利斯勇敢咁樣拋棄傳統權威，轉而用理性觀察世界，探索自然嘅規律。呢一種思維方式奠定咗西方哲學嘅基礎。佢創立嘅米利都學派更加進一步啟發咗後世哲學家對宇宙本源嘅追問同埋探索。泰利斯嘅學生阿拿克西曼德提出阿派朗係世界嘅本源，超越咗佢嘅老師泰利斯以具體物質水嘅框架，令到自然哲學進一步走向抽象化。阿派朗係一種冇界限、冇形態、無限而且永遠存在嘅本體。阿拿克西曼德認為萬物從阿派朗之中形成，喺有限嘅時間存在，然後毀滅並回歸於阿派朗。呢一個過程將會不斷重複。透過阿拿克西曼德嘅動態宇宙觀，人類可以由更加宏觀嘅角度理解世界嘅運作。佢嘅學說甚至同現代嘅能量守恆定律有所呼應，展現出佢思想嘅前瞻性。阿拿克西曼德嘅學生畢達哥拉斯認為世界嘅本質可以透過數學嚟解釋。佢提出嘅數字哲學強調數學係宇宙結構嘅基礎。呢一種數嘅秩序觀念深深影響咗後來數學同埋科學嘅發展方向，亦都推動咗理性思維同埋邏輯推理嘅方法論，為現代科學奠定咗基礎。除咗數學之外，畢達哥拉斯主張靈魂不朽，並且會經歷輪迴轉世。喺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普遍認為靈魂係生命嘅根本，亦都係認知能力嘅關鍵。靈魂賦予咗生物生命力，令到人類擁有知覺、感官同埋最重要嘅理性能力。畢達哥拉斯進一步認為，世界萬物都係遵從住某種嘅秩序，而人類正正就係透過靈魂嘅理性能力嚟辨識呢一種秩序，而唔係僅僅停留喺感官嘅經驗。喺畢達哥拉斯嘅思想入邊，靈魂原本好似數字咁樣呈現和諧嘅比例關係，但係因為輪迴轉世而被囚禁喺肉體之中，受到肉體慾望嘅干擾，導致失衡。然而，透過音樂同埋數學嘅修養，人類可以調和自己嘅靈魂，令到靈魂重新同宇宙合而為一，最終擺脫肉體嘅束縛，達至靈魂嘅完全和諧同埋自由。呢一種思想唔單止影響咗後世嘅數學同埋科學觀念，亦都對柏拉圖產生咗深遠嘅影響。克拉克里特提出萬物皆流嘅學說，認為變化先至係世界嘅本質，世界萬物無時無刻都喺度流轉同埋變動。佢主張世界上並冇任何永恆不變嘅存在，一切具有形體嘅事物最終都會改變或者消逝。呢一個觀點同佛家嘅無常概念相似，都係強調世界本質上係不斷變遷嘅。克拉克里特哲學嘅突破性在於，佢以唔同前人嘅方式探討存在嘅問題。與其問世界係由乜嘢構成，佢更加關注存在嘅共通本質係乜嘢。透過深入觀察世界，佢發現世界萬物都係處於流動之中，並將變化視為存在嘅特徵。對克拉克里特嚟講，存在就係持續嘅變化，萬物都喺度不停流轉，轉化為其他嘅事物。然而，佢並唔認為呢一種變化係隨機嘅，佢認為變化係遵從住某種內在嘅法則。佢將呢一種法則命名為 Logos， 認為 Logos 係支配萬物變化嘅秩序。克拉克里特仲提出，萬物都係由對立嘅力量構成，並維持住一種暫時嘅平衡。當呢一種平衡被打破，事物就會解體或者轉變。佢將對立視為推動 Logos 嘅核心動力，強調衝突並唔係破壞性嘅，而係促進發展同埋變化嘅契機。此外，佢亦都係辯證法嘅奠基人之一，認為對立同埋衝突可以推動萬物嘅平衡同埋進步。巴門尼德嘅哲學立場同克拉克里特嘅萬物皆流學說對立。佢主張存在係永恆不變嘅。喺自然論入邊，佢提出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換言之，有冇可能會變成無，任何存在嘅事物都唔會真正消失。呢一個看似簡單甚至理所當然嘅命題，其實蘊含住極為深遠嘅哲學意涵。舉例嚟講，假設我哋將一個蘋果不斷切，令到個蘋果變到越嚟越細，無論點樣分割，蘋果嘅本質並冇消失到。
蘋果只係變成咗更加細嘅碎片。喺感官嘅角度嚟睇，當蘋果嘅碎片細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就會細到好似唔見咗咁。但係如果用理性嚟分析，我哋就會得出唔同嘅結論。蘋果嘅組成部分依然存在，只不過係變得極為細微。呢一種透過理性推動出嘅結論，比感官經驗帶嚟嘅主觀印象更加有普遍性同埋可靠性。同樣，蘋果喺切割嘅過程中唔會突然間變咗做橙，無論點樣分割，切出嚟嘅仍然係蘋果嘅一部分，而唔會轉變咗做另一種事物。因此，巴門尼德認為，雖然感官經驗令我哋以為萬物喺度不斷變化，但係從理性嘅角度嚟睇，構成存在嘅本質既唔會消失，亦都唔會改變。佢認為變化只係感官嘅錯覺，因此我哋應該依賴理性，而唔係感官經驗嚟理解世界。呢一個思想唔單止挑戰咗我哋對現實嘅認知，亦都奠定咗形上學入邊本體論嘅基礎，促使後人深入探討存在嘅本質同埋意義。巴門尼德嘅哲學提醒我哋，唔應該被事物表面嘅變化所迷惑，而係應該依靠理性追尋恆久不變嘅真理。恩培多克勒嘗試調和克拉克利特嘅變化觀同巴門尼德嘅存在觀。恩培多克勒提出咗四元素論，佢認為世界萬物都係由四種基本嘅元素土、氣、火、水構成。萬物嘅變化就嚟自愛同埋衝突呢兩種宇宙力量嘅互相作用。愛會令元素結合，創造出生命，而衝突就會令到事物分離，導致解體同埋破壞。以我哋嘅人體為例，體溫係源自火，肉體嚟自土，血液由水構成，呼吸就嚟自氣。世界上嘅事物係由多種嘅元素混合而成嘅。恩培多克勒嘅哲學展現咗點樣喺對立嘅學說之間尋找平衡。呢一種思維方式對後世嘅影響好深遠，類似康德後來調和理性主義同埋經驗主義嘅做法，為哲學嘅發展提供咗新嘅思考模式。阿拿克薩哥拉引入咗心靈嘅概念，認為宇宙嘅秩序並唔係偶然形成嘅，而係源自於一種理性力量嘅推動。呢一個思想唔單止影響咗柏拉圖嘅理型論，亦都為後世嘅唯心論哲學奠定咗基礎。此外，佢提出種子論，認為世界上存在無限多種嘅本源，佢將呢一啲本源稱為種子。由於世界上有無限咁多種嘅事物，所以佢認為萬物嘅構成本源應該都要有無限咁多種。呢一啲種子透過混合同埋分離形成唔同嘅事物，而心靈就係推動呢一種變化嘅關鍵力量。心靈推動宇宙運行，令到種子分離、重新排列，最終構成各種嘅物質同埋形態。因此喺阿拿克薩哥拉嘅思想入邊，世界嘅秩序係一種理性嘅安排，而唔係混亂無序嘅偶然結果。種子論同現代科學嘅原子論喺某啲方面有相似之處，佢哋都係以基本嘅單位嚟解釋萬物嘅組成同埋變化。此外，阿拿克薩哥拉係第一位將哲學帶入雅典嘅思想家，對蘇格拉底、柏拉圖同埋亞里士多德產生咗重大嘅啟發。德謨克利特提出咗原子論，主張萬物都係由唔可以再細分嘅原子構成，萬物嘅變化只係原子喺排列同埋組合上嘅唔同。佢認為原子喺虛空入邊活動，透過互相組合同埋分離，形成咗呢一個世界。由於原子本身並唔會毀滅，只係分離之後重新組合，因此佢認為原子係恆久不變嘅。然而，原子仲遵從住一定嘅法則進行結合同埋分離，咁樣令到萬物表面上呈現出變化。德謨克利特巧妙咁樣融合咗克拉克利特嘅萬物皆流同埋巴門尼德嘅萬物不變，展現咗看似對立嘅兩種哲學主張其實可以並存。德謨克利特仲奠定咗唯物論嘅基礎，強調世界嘅本質就係物質，一切嘅現象都係源自於原子嘅運動同埋互相作用。喺德謨克利特嘅眼中，世界由原子構成，人類死亡嘅時候，組成肉體嘅原子亦都會分散，因此唔存在所謂嘅死後世界。基於呢個原因，佢主張人應該喺有生之年盡情享受生活，因此被譽為笑口常開哲學家。佢同時代好多依賴感官經驗嘅哲學家唔同，德謨克利特強調理性思考。佢認為感官世界睇起上嚟混亂無序，事物之間毫無關聯，
但係通過理性，人類可以由混亂之中發現規律，理解萬物背後嘅結構。呢一種以理性探索真理嘅方式，對後世嘅科學發展產生咗深遠嘅影響。回顧呢8位哲學家嘅思想，我哋可以睇到哲學並唔係脫離現實嘅空想，而係探索世界本質、推動思想進步嘅重要工具。儘管佢哋嘅觀點已經過去咗2000幾年，但係至今仍然對現代嘅世界產生長遠嘅影響。由現代科學嘅角度嚟睇，呢一啲早期希臘嘅自然哲學或者顯得唔夠嚴謹，甚至會被視為過時嘅假設，似乎缺乏進一步探討嘅價值。然而，如果淨係以當代科學嘅標準嚟批判古代嘅哲學，未免唔係幾公平。畢竟古希臘嘅自然哲學同埋現代自然科學喺本質上並唔一樣。當時嘅哲學家並冇精密嘅實驗儀器可以用，佢哋依靠理性觀察同埋邏輯推理嚟解釋自然現象，而唔係憑空想像或者斷估。佢哋嘅思維方式雖然唔符合現代科學嘅實證標準，但係展現咗高度嘅理性同埋邏輯嚴謹性。呢一樣嘢正正就係後來哲學同埋科學發展嘅重要基石。早期嘅希臘哲學家主要依賴感官經驗，將觀察所得視為知識嘅依據。佢哋嘅研究並唔係單純嘅抽象思考，而係基於現實經驗進行理性嘅判斷。雖然佢哋嘅結論喺今日嚟睇或者唔夠正確，但係佢哋所開創嘅理性思辨模式就對後世影響深遠。正正係呢一種燦爛嘅希臘理性同埋邏輯，引領哲學嘅誕生，並且塑造咗我哋今日嘅思維模式。理解過去嘅時候，我哋應該企喺當時嘅角度嚟看待，再從中提取對現代仍然有價值嘅思想，而唔係僅僅挑剔佢哋嘅錯誤。關鍵並唔係佢哋講得啱唔啱，而係在於佢哋點樣思考、點樣質疑、點樣建構佢哋嘅理論。呢一啲哲學家突破咗經驗同埋表象嘅局限，擺脫咗迷信同埋神話，以理性嚟探索世界嘅真相。呢一樣嘢本身就係人類思想史上面重大嘅進步。呢一集唔單止係對過去內容嘅總結，更加係一個提醒。哲學嘅發展係連續嘅，每一位哲學家嘅思想都係後人思考嘅基石。希望呢一集可以幫助大家更加清楚理解點解呢一啲早期嘅哲學家值得我哋反覆嘅探討，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回顧過去嗰8集，深入了解佢哋嘅貢獻。今集我哋回顧咗自然哲學嘅發展，由泰利斯嘅水係萬物嘅本源，去到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早期嘅希臘哲學家試圖理解世界嘅本質，然而哲學嘅焦點逐漸由宇宙點樣運作，轉向人應該點樣生活。呢一樣嘢正正係哲學跟住落嚟嘅核心議題。如果世界係由我哋嘅感官同埋理性所認知嘅，咁真理係唔係客觀嘅存在，定係一切都係取決於個人嘅觀點？下一集我哋將會探討一位好有爭議性嘅哲學家普達哥拉斯。佢以一句人是萬物的尺度動搖咗當時對客觀真理嘅信仰，並引發咗對相對主義嘅熱烈討論。呢一種思維方式甚至影響咗現代對道德、政治同埋知識嘅理解。究竟普達哥拉斯嘅相對主義係咪意味住一切嘅價值都係主觀嘅呢？佢嘅思想點樣挑戰當時嘅社會秩序？下一集我哋將會一齊探討呢一位智者嘅思想，並討論下佢對我哋現代生活嘅啟發。我哋下集見。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唔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大家一齊探討哲學，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係 Jason，下次見。